家好，我係正直精靈，我係一個誠實嘅人，唔單止講真話，而且過住真誠嘅日子。所謂嘅正直同埋真誠，唔單止對人哋講真話，仲包括表現我至誠嘅意圖同埋承諾。我講得出，做得到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見到朋友有不當行為嘅時候，同學係咪都能夠坦白講出對佢嘅忠告？佢唔小心整跌咗水杯，係咪都能夠如實向家長匯報並尋求協助呢？同學犯錯啦，應承老師會改過，佢係咪能夠一諾千金講到做到呢？咁你就發現正直就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